年尾聚会咧多，而且最近天气个变寒，大家拢爱食姜母鸭、烧酒鸡，即个有掺酒的料理。不过嘛，地区各地食酒赛车案件有咧增加，警方就提醒大家，食饱食酒了后，就唔通家己赛车，互人载较安全，嘛较袂食罚单。 对面徛来的机车有一点仔袂稳，警方看到赶紧翻头对起哩搜证。事发伫17新北5股的中兴路，警方将车炸落来了后，民众酒测悬达0.7亿，一问才知影伊拄仔甲朋友去食姜母鸭，即马准备返去厝。骑车男子摇摆不定，前往盘查，经酒测值为0.71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 过世民众酒后骑车妨碍公共危险罪移送，打泸州分局今年到即马已经查到640件涉犯公共危险的酒驾。警方提醒年尾买个也是朋友招食饭变济，加上天气变寒，烧酒鸡、姜母鸭等有酒的进补料理食入去，有可能就会酒测超标。我甲你酒测好，你先的哦，你先的。 大力吹气哦，5到10秒，我叫你停到停来。年尾各地酒驾案件增加，高雄各分局同款掠到袂少，阁有人因为安尼发生自弄的车祸。为提醒民众酒后无开车，高市府嘛推出宣导影片，呼吁酒后找代驾。如果不放心将爱车停在外面，可以选择代驾服务，只要拨打代驾专线，代驾就会将你和爱车一起安心送回家。 警方提醒，酒后除了会使找代驾，嘛会使叫计程车，也是利用公车载运等大众运输，避免酒驾的高罚款等处罚，嘛创造安全的用路环境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，新北高雄报道。